走！敌人爪子太硬，撤！走，小林子。多谢于观主出手相救。哼！明知我为林平之而来，就不必虚假客套了。告辞。不送。师傅，不能放走这个狗贼。师叔，是他们。两位施主，请留步。师叔，就是他害死了昆仑派的谭敌人。晚辈华山令狐冲，敢问前辈高姓大名？老衲法名方生。原来是少林方字辈的前辈，晚辈身受重伤，礼数不周，还请前辈见谅。少侠不必多礼。哼，很了不起吗？打击少林方丈便是方字辈的。师叔，你别听他胡说，他如果真的有伤，又怎么会杀了谭兄？哎，少侠，能否让老衲瞧瞧你的伤势？德诺，带几个人四处查看一下。是，师傅。你们几个跟我走。娘，是娘。肯定是令狐冲，他知道我们要去福建，所以特地派人埋伏在此处，想赶尽杀绝。爹，师兄，师妹，冲儿不会这样的，冲儿他不会这么做的。师傅，一个人都没有，是个皇孙。
大家都受了伤，若敌人再来袭击，我们该如何面对？少侠，你不是华山派的。在下的确是华山派的，是华山掌门岳不群收的第一个门徒。可你为何又练了一身邪派的内功？一言难尽。师叔，谭兄死的蹊跷，一定要为他主持公道。姓谭的恃强凌弱，见色起意，死有余辜。你敢强词夺理！哎，谭师侄乃是中毒身亡，不知施主贵姓，与五毒教蓝教主又如何称呼？本小姐姓任，和蓝凤凰素不相识。姓任，原来是黑木崖圣姑，失敬失敬。方前辈，谭地人是误食我的鲜血才中毒身亡的，这事儿跟任小姐没关系。姓谭的对我无礼，我不仅要杀了他，还要灭了昆仑派。莹莹你，我不想为难二位，二位放下武器，随我回少林寺，等方丈师兄发落。方生前辈，那还啰嗦什么？动手吧！少侠好剑法，前辈冒犯了。想不到风清扬前辈的剑法，如今居然尚有传人，实乃武林幸事啊！前辈认得风师叔？在我早年行走江湖时，曾受过风前辈的恩惠。你既是独孤九剑的传人，必不是妖邪一派。独孤九剑，风前辈没告诉你这套剑法的名称吗？倘若今日不传授于你，这套剑术用不了多久就会随我一起埋入黄土。本座就对不起独孤前辈了。想必风前辈是不会在乎这些粗枝末节的。这是我少林治伤灵药，你服下吧。晚辈的伤，非药师可医，就不糟蹋灵药了。你的伤势确实古怪，若要保住性命，恐怕只有一个法子。什么法子？大和尚，你快说。我少林寺有一至高无上的内功心法，名为易筋经，应该能治少侠的伤势。只是要修炼这门内功心法，讲究缘法。我方丈师兄胸襟广大，或能与少侠结缘，传此心法。太好了，你的病有救了，咱们这就动身吧。且慢。易筋经乃少林寺不传之秘，也是正派的武学最高心法。令狐少侠若不和魔教划清界限，恐怕掌门师兄不肯传授。大和尚，你误会了，我和令狐少侠本来就不认识，只是碰巧遇到而已。你好好治病吧，咱们就此别过。
后会无期。令狐少侠，自古正邪不两立，你又是名门正派的高弟，切不可与妖邪一流为伍啊！大师美意，晚辈感激不尽。只是我亏欠莹莹的太多，若为了贪生怕死而辜负她，此生良心难安。老衲好言相劝，少侠三思啊！大师恩义，晚辈感激不尽。
个人都没有。他娘的，着了岳老儿的道了！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突然想到一件事，想要和你求证一下。数月前，上官云曾到云南总坛找我要黑木令牌，说是你派他去的。我奉日月神教东方少使之命，前来取回教主信物黑木令牌。可有此事？我从未对上官云提起过黑木令牌的事，更别说在五毒教手中了。上官云是神秘人。小桃红说是教中长老，我又被神秘人袭击，才联想起此事。此事先不要声张，宁毅还在他们手中，得先设法救出来。没用的东西，拿不到剑谱就算了，居然把任盈盈给放跑了。属下该死。桐柏川的姘头知道你的身份样貌，你居然留他活到现在。属下疏忽，我这就去杀了他。本座已经替你料理了他，否则你早被东方不败识破了。有一件事我很好奇，我已经传你《葵花宝典》的身法，你告诉我，谁还能把你打败？是令狐冲，他一定是练了辟邪剑谱，我真的不是他的对手。这一刻就像做梦一样。冲哥，你上少林的事儿就别再说了。我只想剩下的日子都跟你在一块儿，就死而无憾了。咱俩正邪不同路，你同我在一起，一定会被天下人所唾弃的。这一步走错，可就再难回头了。这可不像我们任大小姐说的话。你怎么学起老和尚念起经来了？哎呀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但是正邪自在人心，并不在人的眼睛里。就算天下的人都要阻拦我，都要取我的性命，我也要同你在一起。你要是没中这些五花八门的毒就好了。这样等咱俩老了，头发都白了，什么绝世武功都不会了，还能像现在这样在一起，那该多好。但是我不中毒，又怎么能遇见你？怎么让你来救我？我只愿呀，只想现在多跟你做一些开心的事。等我死了，你也好留个念想。你不会死的，我不会让你这样死的。那天在河边，你说让我嫁你为妻，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你愿意吗？
但是我快死了，会拖累你做寡妇的，你不后悔啊？你不后悔，我就绝不后悔。那是回光返照，要是他再次复发，那就是无药可治了。今生许你的浪迹天涯。有梦幻想黑夜头白昼，校园上轻举声一人游，画中灯影残旧，行走和空后，小心渐渐依稀情深幽。浪淘沙，风铃沙，煮成一杯情思凉，奈何他却身披铁甲黄沙。心中花，绣菊呀，儿女如岁梦牵挂，前世今生许你的浪迹天涯。浪淘沙，风铃下，煮酒一杯情思凉，奈何他却身披铁甲黄沙。心中花，这儿这么美，死了葬在这儿，也算死而无憾了。不许乱说话，你一定会长命百岁的。上官长老，
怎么搞成这样？属下参见少师。不必多礼。上官长老在河南遭遇了嵩山派的高手，被他们围攻，他拼死才突围出来。嵩山屡次坏我神教大事，都是属下无能。上官长老安心养生，待夺到辟邪剑谱，第一个就挑了嵩山派，替上官长老报仇。属下多谢少师。这些天也让朱雀监视上官云，可有什么发现？没有什么发现，他没有丝毫的异常，也没和任何人接触。看来干等也不是办法，咱们得引蛇出洞了。主人召属下前来，不知何事。你的伤势如何？托主人的福，已经好了许多。杭州那边怎么样？没有任何进展。老家伙依旧不肯松口。带他来黑木崖见我，我要亲自审问的。你是说，把老家伙放出来？你到底是谁？上官长老，你藏得好深呢。上官云，束手就擒吧。哎，怎么了？不要！你们怎么来了？走开！别想耍花样！上官云，你可别胡来！再敢上前一步，我就掐死他！神秘人究竟给了你什么好处？你要背叛神教？废话少说，让开！让开！
令狐少侠，你醒了。方生大师，我在哪儿？莹莹呢？这里是少林寺，你神志刚刚清醒，以后慢慢再说。莹莹是不是受伤了？老衲在山门外发现你时，并未见到任小姐。你的性命暂时算是保住了，但是老衲功夫有限，只怕不到1年，你的内伤又会发作。多谢大师救命之恩。我司主持方正师兄内功渊深，我这就带你去见他。属下无能，暴露了身份，请主人责罚。拜见方正师兄。这位便是令狐少侠。阿弥陀佛，少侠请坐。请。听说少侠剑术精绝，深得华山前辈风老先生的真传，实乃可喜可贺呀！大师过誉了。少侠受伤之后，为人所误，致使体内注有多种异样真气，以外力强加你少侠之体。虽然能延一时之命，则实乃饮鸩止渴，为患更深。老衲无能，致增少侠病苦。哎，若非大师出手相救，我早就一命呜呼了。风老先生昔日与老衲有
前辈恕罪，晚辈身属华山派门下，不便领头名师。少侠，你眼下已不是华山弟子了。什么？数日前，岳掌门已通告武林，将你逐出华山派门墙。啊！你确定上官云杰是小妹，是往这个方向去了吗？我们五毒有五毒的方法，你要是不相信我，就别跟我来。哎，我信你。这是上官长老从扶桑国上人手中给我买来的火铳，专门给我防身用的。必派逆徒令狐冲，秉性顽劣，屡犯门规，更结交妖孽，与匪人为伍，为维系武林正气，兹将逆徒令狐冲逐出本派门墙。自今而后，该逆徒非必派弟子，其我正派诸友共诛之。令狐少侠，你与黑木崖上的人交往，原是不该呀。大师，晚辈罪孽深重，求大师赐我一死。阿弥陀佛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纵是十恶不赦的奸人，只要有悔意，佛门也不拒之门外。少侠还年轻，一时失足，难道就没有自信之路了吗？今后少侠在少林门下痛改前非，武林之中也不见得有人能与你为难。阿弥陀佛。
晚辈既不容于师门，也无颜改头别派。令狐少侠，此事有关你的生死，万不可意气用事啊！大师慈悲，感激不尽。晚辈还有一些重要的事要办。就此别过。这。派的不传之秘，寺中习练者寥寥无几，怎可轻易传给外人？只要大师肯救他性命，任盈盈任由少林寺
让他走了。令狐少侠执意要走，老衲也不能强人所难。阿弥陀佛。你救不了令狐冲，咱俩约定作废，你还拦着我干什么？当时施主和老衲的约定，老衲以易筋经治令狐少侠的伤，你答应留少林寺10年，可对？不错。可是现在令狐冲并未修习易筋经。令狐少侠不肯学，并非老衲不肯收。你，前辈，一个人喝酒多无聊啊！摘了些野果给您下酒。来，晚辈陪你喝一杯。你身为少林高僧，你还跟我一个小姑娘耍赖皮，你也不害臊？施主位高权重，浑身戾气，还是留在少林寺修身养性的好。方丈，你抬举我了。若说凶残和势力，我哪比得上东方不败啊？东方施主凭一己之力重振日月神教，实是不世出的英雄豪杰。只是如此一来，正邪战火重燃，天下百姓又陷入水深火热之中。那如此说来，应该把东方不败带入少林才是啊。老衲早有此意，只是东方施主行踪飘忽，就算请到他也未必肯来。方正大师，不如我把东方不败叫来，让你度化了他。这样日月神教和武林正道握手言和，岂不是功德一件？施主当真能请到东方少使来？我跟他一起长大，他对我言听计从，我这就去黑木崖把他叫来。且慢，不必劳烦施主，施主修书一封，我命人送到黑木崖即可。阿弥陀佛。小朋友，有心事啊？想起一位红颜知己，恐怕此生无缘再见了。好香的酒啊！你就是令狐冲？两位找在下何事啊？听说你勾结魔教妖女任盈盈，盗取辟邪剑谱，绝无此事，休要狡辩！华山岳掌门已经通告武林，
见到叛徒令狐冲，格杀勿论。今日，我们兄弟二人就要为武林除害。前辈，多谢你的美酒。令狐冲性命在此，有本事尽管拿。吸星大法！快走！来，小兄弟，前辈，多谢前辈出手相救，不知前辈高姓大名？老夫日月神教左使向问天。前辈，你可知道任盈盈的下落？原来，你所说的无缘再见的红颜知己，便是圣姑了。唉，小情侣闹些矛盾，打什么结？老弟何必如此悲观？来，咱们喝酒。前辈有所不知，我身受重伤，最多活不过1年了。什么样的伤势如此严重？难道无人可医了吗？我怀疑神秘人将小妹和莹莹就囚禁在黑木崖。这是黑木崖的构造图。朱雀姑娘，寻找他们2人之事，就拜托你了。我并非神教中人，为何不交给贾长老、桑三娘处理呢？神秘人在教中势力强大，如今敌暗我明，就连上官长老他都……实不相瞒，在教中，我已无可全心相信的人了，所以还要劳烦朱雀姑娘了。教主，那你们……我和东方少使要前往追踪上官云和神秘人的下落，你自己在黑木崖，千万要小心。你的内伤虽然离奇，但并非除了易筋经，便无法医治了。前辈不必安慰小子，
我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了。年轻人不惧生死，固然难得。但若有一线生机，为何不牢牢抓住？被父骂命而死，难道真的如你所愿吗？令狐大侠，你还要继续演戏吗？你真的勾结魔教？这个卑鄙无耻的小人，你就是为了和任盈盈远走高飞吗？不错。我若能活命，便可向师父证明我的清白，我便可重回华山，还可和圣姑长相厮守。前辈，我的伤当真可医吗？什么前辈晚辈的，听着就烦。你叫我大哥便是。晚辈不敢。怎么？你是名门正派的弟子，便瞧不起我这魔教中人了？大哥执意如此，小弟定当奏命。来，来。哥哥这次要去救一个人，若能成功，必能治好你的内伤。不过丑话说在前头，这件事也是利用了你，恐怕要吃些苦头。做人仁义为先，就算大哥不是为我医治，我也必会鼎力相助。好兄弟，大哥就知道没看错你。大哥此行要救的，莫非是一个大夫？此人乃是一绝世高手，他所练的神功，不亚于少林的易筋经。大哥向你保证，若他肯出手相救，定能治好你的内伤。